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心靈療愈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你係咪仲做緊情緒乞丐呢？我哋去停止乞求認同，因為你嘅生命比你想象中更加貴。你有冇計算過你嘅生命有幾多係浪費咗喺別人身上？我哋將自己嘅生命浪費咗喺邊度呢？會唔會花咗喺懷疑別人，怕人哋對你不利，又或者花氣力去乞求別人嘅認同，就係為咗證明自己係啱嘅，係好嘅，甚至乎會唔會花心思係去設計其他人，只係為咗喺鬥爭中贏一次？我哋以為咁樣係保護自己、證明自己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？難道呢一種唔係最浪費時間、最奢侈嘅揮霍咩？因為我哋消耗緊自己嘅生命，你唔係喺度同其他人鬥緊，而係消耗緊自己。你親手將最寶貴嘅生命資產，你嘅時間，交咗喺別人嘅手入邊，讓其他人嚟主宰你嘅情緒、你嘅價值，甚至係你嘅每一日。呢個道理我哋可能都聽過，但係只有當你真正意識到你嘅時間沙漏喺度倒數緊，你先至開始會問自己：我到底要將呢啲有限嘅生命時光用喺邊度呢？與其將生命交俾陌生人，交俾你嘅對手，交俾嗰啲唔重要嘅批判，不如將佢緊緊握喺自己嘅手入邊，將時間留翻俾真正重要嘅人，多啲陪下屋企人，多啲去愛值得你去愛嘅人。呢一個都係對自己嘅愛。呢個唔係好似放棄咗世界咁樣，而係你終於開始為自己嘅生命做出選擇，而呢一份就係對自己嘅愛。最後送俾大家嘅 message 就係：生命有限，把時間留給愛。多謝你收睇心靈療愈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。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